继续来关心天气，受到西南气流甲竹杂草、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南部的雨势规通倒。今仔日宣布停班停课的县市，包括嘉义县、台南市、高雄市甲屏东县。气象署讲，今仔日日下会落雨，到下暝这雨才会较少。若明仔载还阁会继续落，提醒民众都要注意大水雨，而且可能会造成淹水或者是土石流等等的灾情。大雨一直落，台南后壁区应该拢是水，分不清倒也是落，倒也是田。气象署伫日白下晡启动大规模激烈大水雨加强作业，每3点钟滚动更新落雨资讯。受西南气流甲低压带影响，真侪所在拢仍出现低延时强降雨。嘉义县、台南市、高雄市甲屏东县拢陆续宣布今仔日停班停课。大致上面，中南部的这一带都还是比较显著的，而到了明天晚间之后，中南部还是会有一些断断续续的雨势，12小时的雨量上面大概也会有接近90毫米或是以上的情形。而到了周三的白天呢，整体西南风持续的影响，所以说在中南部地区还是会有一些局部显著的降雨发生。气象署指出，云林县、嘉义县、台南市一日摄测雨量拢超过400毫米，甚至450毫米，真惊人。气象专家分析，竹杂草、风台引进较强的西南气流，承受影响的是南部地区。前一阵仔才因为台南市风台、台南七股受创严重，即马厝顶拢还未修好，大雨过来，布棚根本挡袂牢。无才调困啦，伊爱用土污水互流出来啦。你听无？啊，无你愈积愈济啦吼，攀坡毋是作用啦，啊，有阵时会湿啦。就会惊啦，啊，透袂我撩水撩去办公室，要困啦。除了高雄市安顺山区被完成撤离2079人。台南后壁被雨淹水，也有工作人员看到民众撤离，留伫当地黎明看到四界拢是漏水的厝，想到风台季还阁2个月过，唔知要安怎才好。这种漏啊，这嘛死。这大风来敢站得了？袂掉，安尼哦，嘛是佫不会。业者打出公告，拜三东流线全面停载，拜四是毋是搁驶也毋知影。气象署提醒，即摆雨势也未结束，一定要注意大雨可能带来淹水、土石流这灾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